伫咧中国北方逼出呼吸道的疾病，特别是囡仔感染到肺炎微肠菌的病例是增加了真紧。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声明，要求中国官方就要公布资讯。咱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表示，中国类流感已经是连续5礼拜快速增加，不过中国官方的资料内面，说只有2成到3成是流感病毒，无讲到其他人是感染到什么款的病。呼吁要去到中国民众爱先注过流感疫苗。中国北方病院急诊室4个拢是人，详细看患者内底大部分拢是囡仔。根据了解，当地囡仔大部分为着肺炎支原体，就是咱所讲的肺炎微肠菌。肺炎支原体是我国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一个重要病原体之一，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的传播。因此，在无防护的情况下，在这个人口密集场所，比方说幼儿园、学校，会导致集中爆发流行。不少囡仔因为微肠菌一直扫，甚至部分发烧、烧真悬，必须要吊大肠的加食药啊治疗。网络上甚至出现有囡仔拿吊大肠的拿写功课。对中国呼吸道疫情，世界卫生组织昨真罕的要求中国必须提供官方资讯。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讲，中国北方上呼吸道感染疫情连续5礼拜清悬，是过去3年同期的2.5倍。中国最近疫情清悬上紧的，不是微肠菌肺炎，而是 RSV 甲腺病毒，显示中国北方是多产病源斗阵流行，加免疫无好爆发的阶段。假如说有发现这个新兴的这个病源的话，我们大概才会针对这个双方的旅游采取更进一步的这个管制措施哈。那目前来讲，就是说还是呼吁一般的个人防护措施，包括勤洗手、戴口罩。疾管署呼吁民众，若是要去中国，上好先注射流感的疫苗，挂嘴暗，看卖出入人多的所在，万有症状要有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